亮點咧就係屬於地鐵口加埋商場上蓋，而且質素做得非常之高端，格局好方正，亦都係好靚仔嘅。大家好，我係歡心接物下，今日嚟到寶安嘅核心區新安街道嚇，有啲朋友咧想揾翻啲質素比較靚嘅新樓。地鐵口加埋商場上蓋嘅，一定要睇下今日呢個啱唔啱嚇。我身後咧就係屬於靈芝地鐵站 F 出口啦，2條地鐵線，半個鐘左右可以去到深圳灣口岸、深圳北站或者係深圳機場嘅。呢個位置一出嚟咧就係大悅城嘅商場啦。寶安區嘅網紅商場，今日要睇嘅單位咧就係大悅城上蓋嘅呢一棟現樓嘅單位啦嚇。咁呢棟物業咧，佢係屬於全新嘅，而且係屬於商務公寓，但係採取咗住宅式嘅設計，有露台、通埋天然氣、明廚明廁嘅。最關鍵咧，真係一落樓就可以享受翻咁旺嘅配套啦。呢條路直上直落咧，有啲咩商場咧？一方城、天虹商場、萬達廣場，包括再往前邊咧，仲有中洲派摩、勤實達 K 家廣場等等，所以呢一帶咧，亦都係非常之多香港街坊過嚟行街食嘢嘅地方嚇。包括呢棟物業咧，亦都有不少嘅香港業主㗎。佢嘅亮點咧就係屬於地鐵口加埋商場上蓋，而且質素做得非常之高端，格局好方正，亦都係好靚仔嘅。而家亦都係最後清貨階段嚇，仲有啲筍貨可以執嘅。跟住一下入去具體了解翻。大悅城係位於寶安最核心嘅新安街道嚇，門口就係創業2路，樓下係靈芝站嘅 F 出口。12號地鐵線咧由北向南走向嘅，會經過機場，咁直接去到南山嘅蛇口。呢度去翻機場都係20零分鐘左右，去到深圳灣口岸稍微轉下線，全程都係35分鐘到啦。5號地鐵線咧係可以直接去到深圳北站嘅，大概都係20零分鐘嘅時間。坐一個站喺紅廊北站後期可以換乘15號地鐵環線。呢條線路咧就建設當中啦，佢串連咗南山西麗高鐵站、科技園、蛇口，包括前海、寶安嘅新安街道嘅核心區域，所以其實呢個環線入邊咧都係樓價最貴嘅，亦都係地標性嘅商業商場，包括所有核心嘅呢啲文娛配套都係喺呢入邊噶啦。嗱，咁商場咧配套非常之多，樓下就係大悅城嘅商場，呢個係寶安區嘅網紅地標之一啦。舊年先正開業嘅，包括創業2路兩側咧，隨住城市更新工作嘅推進，而家開業嘅商場已經有中洲派摩，包括千里食家、萬達廣場、天虹商場，以及已經開咗業嘅一方城下35萬方嘅體量。隨住呢個城市更新推進咧，後期呢條創業2路兩側全部都係商場同埋地標性嘅寫字樓嚟嘅，所以呢個地段就冇得彈啦。包括離區政府好近，呢周邊咧仲有圖書館、少年宮、演藝中心等等嘅。嗱，呢度出翻嚟仲有多個靈芝公園啊、海濱公園啊，同埋歡樂港灣嘅呢一帶。咁我哋呢一帶其實學校同埋醫療嘅配套都係最頂級嘅。三甲醫院有3間啦，寶安區人民醫院、南方醫科大學嘅深圳醫院同埋寶安區嘅中醫院，包括其實寶安有個最出名嘅學校就係寶中，寶安中學嘅初中部同高中部周邊嘅後網嘅住宅二手價錢而家都要去到10到12萬蚊一個方嚇。咁我哋呢個公寓咧都可以遞積分讀書，但係就讀唔到寶中啦嚇。你周邊咧亦都有其他嘅後網可以選擇翻嘅。大悅城呢個地盤咧係非常之大嘅，佢分為咗4期開發。之前賣開嘅有住宅單位，嗰時候價錢要10萬加，而家二手價都差唔多9到10萬左右啦。另外咧，仲有2期係屬於寫字樓嚟嘅，而家都有啲企業喺度翻緊工噶啦。咁其實最靚位置嘅咧就係屬於商場嘅呢一個地塊。我哋今日要睇嘅公寓單位咧就係商場上蓋嘅商務公寓嚇，40年產權嘅，幾方便咧。一落樓咧就係地鐵站 F 出口啦，搭地鐵方便。另外咧，我哋公寓旁邊下就可以直接有個搭乘環島中港通巴士嘅上落點，所以係可以落樓搭巴士直接去到香港嘅各個地方嘅。咁1到6樓呢度係商場啦，體量非常之大，業態全部好豐富嘅。由7樓起咧先至係我哋商務公寓嘅物業嚇。咁呢一棟公寓單位咧，佢係一個住家型嘅設計，民水民電，有露台，通埋天然氣嘅，而且好多都係緊廚嘅設計形式啦。1到2房嘅單位賣緊嘅即
呎數咧最細下54方左右嘅一房一廳，58平方咧有做雙鎖匙、雙子星嘅設計。嗱，咁仲有61方咧係做到一房兩廳嘅，包括最大嘅單位有84到88平方，邊頭位置嗰啲咧就係類似於兩房住宅咁嘅形式啦，房又大，廳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呢個單位咧佢就係今年嘅12月份可以正式入伙嚇，不過咧就全部賣嘅都係毛坯，價錢而家都有啲比較特價嘅單位可以選擇翻嘅，跟住阿下過去現場去睇翻。上到咗38樓嘅位置，呢度係電梯廳位嚇，做得都好大氣啊！一共係6部 lift 15房嘅，每一層嘅交樓標準咧就按照呢個款式啦。佢公共區域地面貼磚、牆身貼磚、天花有做埋吊頂嘅，都比較舒適嚇。我哋首先睇翻呢一套咧係58個方做到一房兩廳嘅大單位，豪華嘅設計啊，好方正。入門呢度咧係個廚房嘅空間嚇，成個 L型嘅佈局係非常之大嘅，緊湊嘅設計啦。雪櫃可以擺個3層高嘅喺呢個位置，鞋櫃嘅空間咧呢度有少少細下，唔夠可以喺側邊再加翻嘅，因為佢係比較四方，啱好有個空間喺呢度。如果係我做咧，一定會擺個大嘅飯台喺呢個位置。咁有啲年輕人咧就中意做翻個獨立嘅書房區都冇問題嚇。客廳咧亦都好大嘅，開間差唔多有3米左右。重點係樓底高度有3.15米，做咗吊頂之後依然好大氣嚇，比普通嘅公寓係多咗15公分嘅，仲帶埋露台喎，而且呢個露台咧佢係比較大嘅。其實預留咗水位嚇，想擺洗衣機都得嘅。呢一側咧就係向住個西南方向，有少少西斜，但係景觀好靚。前方望翻啲寫字樓，呢度係寶安嘅體育館啦。包括前邊其實白茫茫嗰片咧係海嚟嘅，但係而家真係水天一色咧就望唔太清楚嚇。如果話平時咧望翻到海景，包括側邊亦都有啲山景都幾靚下嘅。當然亦都有少少嘅舊屋，但係而家基本都係高嘅樓層啦，所以景觀都係參考呢個為主。洗手間咧有獨立嘅洗手池，呢個要俾拉，佢係預留咗可以擺洗衣機嘅位置，自己裝修嘅，所以你想擺呢度就得，擺露台亦都 OK。入邊嘅廁所咧，佢沖涼房嘅位置唔係話好大，不過夠用，可以做到乾濕分離。重點係帶埋窗嘅嚇，呢個係名次嘅設計。睡房區得一個，但係好大。呢個開間咧有成2.9米左右嘅，方方正正，全落地嘅玻璃窗嚇，擺咗米半床3面落床，仲可以做翻大概4到5扇嘅衣櫃空間嘅。咁呢套咧佢係做咗一房兩廳，亦都有將呢套做雙子星雙套房嚟出租嘅。咁我哋陣間落去睇下。啱想話拍翻個雙子星嘅戶型 sales 話啱啱賣晒最後一套啦，唔緊要，我哋直接睇呢個豪華嘅大兩房單位，84到88個方嚇。一唔講係公寓咧，你都會以為係住宅嘅，戶型實在係非常之靚嘅。入嚟睇翻廚房，廚房咧佢係獨立嘅 L 型位置嚇，呢個都係緊湊嘅設計。雪櫃咧預留得稍微細咗啲，不過夠用啦。呢度咧係屬於個飯廳，其實佢嘅飯廳同埋客廳都係咁闊嘅，好大。6人位嘅餐台仲可以加多一排鞋櫃、餐邊櫃都冇問題嘅，而且佢而家係擺咗成個家私電器嘅效果。呢個梳化咧係3人位嘅嚇，好闊，咁亦都實測翻個開間先。毛坯交付嘅，而家個牆身做得都比較厚，實測翻出嚟仲有3.04米，再加埋3.15米嘅樓底高度，所以整間屋咧好通透明亮啊！露台都會大啲嘅，呢個露台咧佢係做咗一部分嘅家政櫃嚇，即係擺洗衣機啦。咁呢個位置咧後期可以自己去做翻嘅，因為佢啱好咧有個凹位，所以你咁設計咧就比較好儲物啦。包括呢一側嚇，亦都有做埋嘅，佢呢個儲物空間做得真係非常之多。如果有啲中意做運動嘅話咧，平時有啲器械咧都可以擺喺呢一個位置。呢度嘅朝向咧都係西南方向嘅，只不過矮嘅樓層咧佢就望翻我哋住宅嘅嗰啲花園為主嚇，其實都唔差嘅。側邊望翻出去咧，亦都有啲城市景觀可以睇翻嘅。咁呢個咧係做咗大兩房嘅格局嚇，房間咧方方正正嘅。第一間房佢嘅闊度咧有成2.3米左右，床頭做咗少少嘅衣櫃嚇，做咗單面落床嘅效果。其實如果話擺出少少咧，米半床都 OK。呢張床大概係米2左右嘅，呢度仲有非常之闊嘅空間啦。佢洗手間咧係做到乾濕分離冇問題嘅。而家係做咗示範參考下，其實加個推拉堂門咧，位置仲非常之闊落。主人室就係一樣啦，非常大，而且佢全落地嘅玻璃窗嚇。
所以主人室呢一塊嘅闊度咧就去到咗成3米左右啦，好大嘅，深度都夠喎。嗱，擺1.8米嘅大床嗰側仲可以安排上個衣櫃嘅空間。不過呢個價錢咧就比較貴翻少少啦嚇。如果係買2房又想要地鐵口嘅話咧，洗浴6方嗰邊似乎更抵啲，嗰邊200零萬搞得掂，呢個要接近到300幾400萬左右啦嚇，睇個人嘅需求。咁我哋落去分析翻屋苑嘅情況。落到1樓位置啦，佢電梯廳兩邊咧都係石材上牆嘅，非常之高端嚇。咁大堂位置挑高咗成12米，有單獨嘅前台，有保安哥哥值守嘅，仲有個電動門，單獨嘅門禁系統啦。咁出嚟嘅話咧就係屬於大門口嘅位置啦。所以整體呢個公寓打造咧係非常之高端嘅質素嚇。如果有啲業主咧搭乘巴士返香港隔離嗰個艇仔，就可以搭到環島中港通巴士啦。係經深圳灣口岸過關嚇，呢一帶非常之旺啊！對面係我哋嘅寫字樓啦，樓下銀行啊、食鋪啊，有啲都已經開業啦。一路之隔咧，仲有啲底商食肆。其實呢條就係創業2路啦，後期全部都係要拆晒嘅，以後咧都係商場加埋寫字樓嘅一個佈局。嗱，咁我哋由呢度出嚟嘅話咧，前邊就係靈芝站嘅 F 出口啦，嗰個好多人嘅位置。呢度咧仲有個大悅城商場嘅門口。所以其實真真正正咧就係地鐵口加埋商場上蓋嘅物業。咁呢個單位咧就冇咩缺點嘅，唯一一點就係毛坯。香港朋友咧驚麻煩又驚使錢，係咪？唔使擔心嚇，因為我哋公司咧係提供裝修一條龍服務嘅，唔使大家過嚟，會為大家定製化好方案嚇，全部做得靚靚仔，再交好俾大家都係 OK 嘅。咁其實佢優勢嚟講咧就係真係地鐵口啦，而且12號線同埋5號線咧，去到機場、深圳巴站同埋深圳灣關口都係半個鐘左右嘅時間啦。咁樓下有商場，而且創業2路呢一條路上嘅商場特別多，有中洲派摩勤城大 K 家廣場、一方城天虹萬達廣場嚇。後期嘅商場會更加之多嘅，中意行街嘅朋友咧就好啱嘅啦。而且呢個位置咧，佢嘅租金係比較貴嘅，因為就算1房嘅單位咧都要去到7500起嘅租金嚇，有啲裝得好啲咧，可能要去到8000蚊左右嘅。2房嘅單位咧，基本就係自住噶啦。不過講翻又講啦，如果有啲朋友仔咧真係想買呢個位置，又想再買平啲嘅話咧，往前一個站紅浪北嗰度咧有洗悅6房，而家有啲做特價嘅單位，1房199萬起就可以買得到啦。嗰棟做帶埋裝修，有啲仲帶埋租約嘅，可以對比一下嚇。包括2房嘅單位講緊都係200零萬咧就可以搞得掂嘅。另外咧，如果話大家真係度假屋或者係養老嘅，未必要咁核心嘅地段嚇，咁買遠翻少少咧，喺深圳東部坪山區有啲住宅，160幾萬咧就可以買到3房㗎啦，全新嘅住宅嚟嘅，帶裝修㗎，仲係國企開發㗎，都可以對比嚟睇一睇嘅。咁如果你唔知點揀咧，可以問翻阿霞喎。我對全深圳啊，包括惠州嘅樓市都十分熟悉。視頻上方掃掃碼就可以加到下嘅 WhatsApp WeChat 啦。我哋公司會各大關口接送睇樓嚇，免費睇樓，成交都唔會話收大家佣金或者團購費。我哋公司仲有成交禮包咧，就係家電或者物業嘅管理費俾到大家啦。咁今集嘅節目介紹得差唔多啦，覺得唔錯記得俾 like 同埋可以 follow 下我哋嘅頻道。咁今集就差唔多，下期再見，拜拜。